新北市的沙尘暴一间诊所，这个环境啊真垃圾，民众入去现场啦翕相记录起来，会当看到迄相片内底有物件，食一半等伫咧白床顶头啦，啊坐伫咧等看医生的医疗啊，就直接来抽火。这民众要检载检体嘛，乌白等伫咧倒仔顶。这间诊所医师啊，看到这个相片啊，伊并无检讨啊，伊竟然讲伊家己的诊所真清气啊，这民众乌白翕相啊，伊会当甲告咧。 病人坐伫咧注射椅准备抽血，毋过详细看，位置伫咧诊所的候诊区，有民众带老爸到诊所，想要到除了这奇怪画面以外，诊疗台是真垃圾，诊所后边的病床嘛拢顶医疗用品，涂骹嘛是一堆物件，民众翕相铺上网，随引发着讨论。健全回去告诉我老婆说，你看好像很乱这样，里面东西乱摆。 这间诊所伫咧新北市三重埔的3号路，实际到诊所观察，等候过道顶除了血压机，病人的检体嘛放伫边啊。检验所他等一下来收，所以我放这里。哦，那平常不放？平常不是放这里，放冰箱的。台上面有花生米。哦。 那个哈，诊疗台是有花生米，又怎么样了嘛？真是的。网友批评原本应该清气的诊疗台，毋那垃圾，搁放一罐土头磷。病人伫咧候诊区抽血，医疗用品四个拢有。抽血台各会当看到打起的血，后民众批评是恐怖诊所。照相然后出来诽谤我。 我打算要告他了。抽血有什么隐私啊？拜托。对病患而言，会觉得需要有点隐私。不需要啦，那这种情形，你觉得抽血有隐私？你这种服务，你觉得你看不起？那你就到大医院去嘛。医生们也表示，防急症暴力，放吸着放物件的所在是私人空间，无排除对普文的人提告。不过新北市卫生局嘛表示，后续会派人到场稽查，医疗机构应该保持清气象，若无相关会当罚5万块。不过诊所的环境，互病人看了嘛害头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